專家話，人一自豪咧，個頭就會因為條件反射咁抬起。所以一講起嗰個千幾嘅機場啊，講咁鹹魚翻生主題公園啊，個頭咪不自覺抬起咯。兩三下散手，唔知打冧荷里活。我哋仲打救好多人。小數字有破紀錄喎。其實更值得抬起頭嘅，係我哋自己新鮮好味嘅啤酒，一齊抬起頭，飲生力。